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我们请台东的市长给我们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热烈的掌声啊！郑乾隆出来了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掉一张纸，是老带给我们原住民丰年祭的时候，真正传唱是我们看起来，如果在都市里面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的掌声好不好？哦，谢谢大家的表演。我们从台东来的，这个市长以及老人家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感觉，而且这个味道我们平常哦。在这里给各位介绍一下，真正在丰年祭舞蹈里面，都是领唱式的，带着所有的所以这个领唱的跳的越来越少，我们注意看，只有一个领唱，其他的跟着合唱。哎呀，哎呀。
各位来宾，这个时间我们的市长、副市长已经莅临会场。赞赞赞！哦，赞赞赞！是是是是。哇，可以的，你来，来，我这这边来。哦，赞赞。那个团长，那个我们的南岛文集团长。哦，赞赞赞。团长好。哦，赞赞赞。谢谢市长。哦，好棒好棒，嘿嘿，好好好。哦，好棒好棒，呵台南市长赖清德现在穿着队伍的服装来到现场。台南市长赖清德先生穿着队伍服装来到现场。谢谢。谢谢哦，好棒好棒啊！哦，好赞啊赞啊！哇哈哈哈！哦，好诶好诶。